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太陽哥哥，又嚟講故事啦。今次係一個全新嘅系列，會講好多唔同嘅歷史人物。今日要介紹嘅人物就係叫岳飛，大家一齊聽下佢點樣死過翻山，最後變成英雄啦。相傳岳飛出生喺中國嘅湯陰縣，佢啱啱出世嘅時候，有一隻好大嘅白鳥喺屋頂飛嚟飛去，叫得好響亮。於是佢爸爸媽媽就幫佢改名做飛，全名岳飛。Nice。岳飛未夠1個月大嘅時候，大洪水突然間衝過嚟，好驚險。Oh no！ 媽媽好快抱住佢，坐喺一個超大嘅缸入面，水沖沖流，最後2個人都安全上岸，冇事啊。岳飛細個腦袋就好醒目，記得好多書嘅嘢。屋企冇燈，佢就執啲柴枝嚟做燈。夜晚讀書讀到天光，佢真係好勤力㗎。佢仲有好大嘅力氣，可以拉到好重嘅弓箭。佢仲同周同、周叔叔學習射箭。周叔叔射得好準，而岳飛係射得更準添啊！周叔叔好開心，仲將佢把最好嘅弓箭送咗俾佢。但後來周叔叔死咗，岳飛好傷心啊！岳飛係一個好重感情嘅人，佢定期都會帶埋啲酒同埋肉去周叔叔嘅墳前去拜祭佢。佢拜完之後會射3支箭去紀念周叔叔。岳飛唔單止聰明大力，重感情，佢仲好關心國家。佢見到國家被外敵入侵，佢就好傷心。有一日，佢爸爸就問岳飛：你願唔願意大個之後去幫國家，甚至犧牲自己啊？岳飛即刻答：肯，我願意為國家犧牲自己。就好似聖經耶穌都曾經講過，我哋要去愛人如己，意思就係我哋要好似岳飛一樣，去關心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，就好似我哋幫助自己一樣。正如耶穌都曾經幫助過我哋一樣，所以我哋都諗一諗，點樣可以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，實踐愛人如己呢？如果大家想聽多啲有趣嘅故事，歡迎大家 like 和 share 呢條片，仲可以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願主耶穌祝福你。